议员创会因为接到民众定见讲无景气时阵做枫叶旅馆真好谈，所以枫叶旅馆家己增加无经过申请的合法房间来作为枫叶宿舍，所以上午号召国民党籍议员共同来发声。根据了解，那以卫生局锁定大一天是2000块的费用，一天违法超收30个，一个月就加赚800万。重点是，一旦旅馆若无经过检疫的旅客带入来，无甲观光客区别，反而将成为枫叶破口。对此，市府表示一定会遵照 SOP 的标准流程，一旦发现违法，就是限期改善，取消资格。因为我所在有便利社生意做歹，伊愿意合法的业者，伊愿意来承做这些这个外劳的工会，可是居家检疫这个工会。那为什么我们知道？为什么知道又让防疫破口能够安尼继续放任？后收大爱后收防疫的，当一间内底南做伙我要请教咱卫生局，您知无？咱管理局知无？劳工局知无？您说明一下。外籍移工进来是要住防疫旅馆的时候，他就让他们来住，事实上他并不合格，并没有合法申请通过嘛。所以让外籍移工会不会就认知上，而且不管是2000还是1000多，认为这个就叫做防疫旅馆，造成疫情的破口。住了12间，其他的34间在向劳工局申请移工的居家检疫还没有核准。有没有收费？昨天查是有。所以有歧视，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11月30号，昨天。所以昨天才知道，之前你们绝不知情，是不是？之前有超收的，其实管理局也都有给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好，管理局做说明。合法核准的这个房间只有18间，其他的它是不能够拿到任何补助的。所以其实我们到现在，我们扣下的这个费用如果以这一个饭店来讲，已经扣了将近134万的一个费用，这个是目前已经执行到现在有的状况。如果是外事的部分，外籍的人士，他会有检查单位会给我们资料，我们会去核对，会去勾稽，是不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居家检疫的一个需要，然后再到我们这边来去核对他的房间数对不对？那一些合法的房间数，我们才会给予他这样的一个补助。但是在2月1号开始，政府已经建立秋冬枫叶专案，表示枫叶规定愈来愈严格，所以如何加强枫叶旅馆的考察，了解可能出现的枫叶破口，申请检疫的责任。议会国民党团要求市府一定要严格把关。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